兔子面的精髓是兔臊子，如此浓重的色彩，还要保持原汁原味的香，很有技术含量。小东市的兔子就是鲜活，鲜活，草饲5、6斤，是姑妈从不妥协的标准。就是要大点的兔子，小兔子炒到就成渣渣了，就炒不出那个香味了。兔肉要经过2道脱水的工序，才能获得兔肉臊子所需的干香。因为我们兔子讲究的是干香。浓艳的底料分批次登场，与兔肉拥抱。那个兔子在那个程度了，该放什么佐料，还是你自己去感受。兔肉要先完成漫长的脱水过程，火候的掌握全凭锅铲传递的轻微手感。兔子其实跟那个锅铲的接触其实是有区别的，但是没办法形容那个东西。这个手法正不正确嘛？正确。在不停的翻搅下，兔肉里的水分慢慢渗出，转而被各种香气填充。海椒麻醋还有它的辣味，花椒是它的麻味，蒜是它的香，甜酱是它的甜嘛。味道的谜底都在谜面上，但要熬得住2个小时的漫长炒制的笨功夫，才能获得干香耐嚼的口感享受。它的兔子的肉啊，吃了有嚼劲儿，又很香。它的兔子烤烂的香，是像有些腥味的味道，又不好吃。所以说有些客人说，烧我们兔子就是打个嗝都会少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原因。